好多人未能同真愛共度一生。73% 嘅人話，而家身邊嘅伴侶唔係自己嘅真愛，而係錯過咗最愛之後，揀咗個適合嘅人將就一下。廣東話中有更精準嘅一句，就係揾個人埋單。喺呢個倫敦嘅調查之中，有17% 嘅英國朋友表示，喺已經拍緊拖或者結咗婚之後，先遇到嗰一個令自己心動嘅人。同時令人震撼嘅係，46% 嘅人都好坦白，話會離開而家嘅伴侶，同呢個真愛一齊。真愛聽落去幾無敵咁。另外更加複雜嘅就係有差唔多80%嘅成年人都覺得，隨住年齡嘅增長啊，其實對愛情嘅定義都會有所改變。真愛原來係一個 variable 嚟，咁個問題就嚟啦。上年有一個北美嘅研究報告叫做《真愛的陷阱》，其實有60%嘅美國人都認為世上係有一位命中注定嘅靈魂伴侶，而女仔比男仔更加相信真愛，但同時發現唔相信緣分天注定嘅情侶，幸福感提升嘅可能性高出接近3倍。大家可以諗翻初戀或者而家身邊嘅嗰個人，一開始揀得同呢個人一齊，都應該曾經有過覺得對方係真愛嘅一刻。咁喺台灣從事好多情感教育工作嘅游美偉教授就話啦，當大家能夠反思對浪漫愛情嘅想象，係你揾到真愛嘅第一步。現實就唔知有冇王子或者公主等緊你，但頭先嗰份北美嘅研究總結中呢，就有一句咁嘅說話，真愛不是天生注定，而係經過努力同選擇之後，令彼此慢慢成為對方嘅真愛。雙向奔赴可能先係現實中最常見嘅愛情。